你正在收聽 One Way Radio 嘅愛靈修節目，呢個係按照 CBN Devotional Daily 多位作者透過上帝話語同埋生活嘅經歷寫成嘅材料，盼望你喺跟隨主嘅旅程上，每日都得到更新。如今，恐懼與焦慮已成為我哋大多數人一位不得已嘅朋友。負面信息、動盪局勢、生活壓力等等，令人內心彷彿顛倒，因為失去咗平安。好多時候，一啲一閃而過嘅諗法，卻足以令我哋整日站立不安。如今比任何時候，更需要我哋認真嘅去檢討，邊度先係我哋靈魂嘅真正平安呢？邊度先係我哋可以堅信倚靠，以致可以安穩度過每一日，勝過焦慮嘅籠罩呢？今日2025年11月15日，每日靈修節目邀請各位聽眾與作者 Martha Noble 一起思想上帝嘅話語，主題係不要怕。喺現今嘅世界，恐懼似乎正在以最高效率嚟去運作，有無數嘅理由令到我哋落入憂慮不安嘅狀態。然而聖經告知，害怕並不嚟自上帝。如若我哋時刻被恐懼捆綁，我哋就會變得懦弱，而且冇辦法按照上帝嘅旨意過生活。魔鬼常常將恐懼嘅念頭散播喺我哋心中，佢只希望我哋被壓抑，直到冇晒能力去做任何上帝交託俾我哋嘅事情。但弟兄姊妹，請謹記，上帝既喺我哋裏面，還有誰能敵擋我哋呢？喺佢裏面，我哋便係得勝。最重要嘅就係緊握上帝嘅手，繼續堅定嘅前進。最近我陷入一個又沉重又緊張嘅心境，我渴望聽到上帝清晰嘅向我說話。嗰一夜，我獨自一個人，毫無力氣嘅坐喺凳上，我呼求上帝，求天父幫助扶持我。我實在討厭呢種沉重嘅心境，於是我打開聖經，略過好多嘅段落，然後就讀咗下面嘅一段：不要怕，只管講，不要閉口，有我與你同在，必沒有人下手害你，因為在這城裏，我有許多的百姓。記載喺《使徒行傳》18章9到10節。讀完呢一段，我心中立刻充滿咗平安。之前我心裏一直想象會有恐怖嘅事情即將臨近，我無法逃脫呢個困境。然而當讀完呢段嘅經文，我心中嘅重擔已消失咗，所有嘅痛苦、焦慮立即嘅散去。我確信自己正在喺上帝嘅手中，而且要繼續喺上帝呼召我嘅使命上前進。我深信自己唔會受傷害，因為上帝嘅使者會保護我，一切都會穩妥。別人點樣諗我唔重要，我最要找緊嘅只有上帝親自說嘅話。我體會到上帝嘅話語唔單單適用於我嘅境況，亦適用於面對生活中所有嘅恐懼。我哋唔需要為一啲或許會發生嘅事情擔憂。上帝會帶領我哋越過一切，佢差遣天使守護我哋，亦差派主內嘅弟兄姊妹嚟去激勵扶持我哋。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有上帝嘅話語，以及上帝所賜嘅平安，隨時隨地嘅與我哋同在。就喺深夜，眾人已經熟睡嘅時候，上帝仍然守護我哋，等候我哋嘅呼喚。上帝永遠嘅喺嗰度，佢以無限嘅愛愛我哋。故此，唔好要怕，因為上帝與我哋同在。當將你的道路交託耶和華，並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當安心倚靠耶和華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達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。當止住怒氣，離棄憤怒，不要心懷不平，以致作惡，因為作惡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華的必承受地土。記載喺詩篇37篇5到9節。
我哋一齊嚟禱告。感謝天父，因為你賜下權柄、慈愛、智慧，以致我哋能夠得勝生活中嘅恐懼。求天父幫助我哋懂得把握你嘅應許，唔好讓恐懼、害怕控制自己嘅生活。求你幫助我哋確信上帝會與我哋同在，你嘅天使圍繞我哋，你以永遠嘅愛嚟去愛我哋。我哋選擇信靠你，喺你所賜嘅平安中生活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各位親愛嘅聽眾，人類努力尋找一切嘅方法嚟去減輕憂慮，但冇任何嘅方法可以同從上帝而嚟嘅平安相比。上帝最清楚我哋心裏最隱密之處所害怕嘅事情，唯有上帝能將我哋心中嘅焦慮變化為平安穩妥，即使係任何事情都係無法動搖。當我哋願意將一切嘅遭遇交託俾上帝，你嘅生命再冇空間留俾恐懼，我哋嘅靈魂因而喺上帝永恆嘅懷抱中得享安息。各位聽眾，祝你哋過着蒙福嘅新一天，明天再見。親愛嘅朋友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關主耶穌，或你有任何難處顧慮，想同本節目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喺 Facebook 嘅專頁網址留言，或電郵至chiases@oneway.vn。主耶穌愛你，本節目盼望可以與你聯繫。